阿師，哇！今日廣州真係凍到黐線啊！普通話嘅冷喺粵語叫做凍，點解呢？聽我講啦，粵語傳承我係張弛嗱，冷喺粵語如果用作形容詞叫做凍，好冷叫做好凍嗱。舉個例子啊，今日廣州真係好凍，凍到我騰騰震啊！着多件衫因住凍親。但係冷如果係用作名詞呢，咁佢唔叫凍喎，係用翻冷嘅，而且有時仲要用一個變調嘅冷呢個發音嗱。聽下，今日咁凍，你記得要着翻件冷衫啊！出邊風好大啊，記得要戴翻頂冷帽。你屋企嘅冷氣呢，唔使再開噶啦嗱。關於冷同凍，仲有好多好玩嘅粵語俗語。首先第一個。凍過水，即係表示冇希望啦。嗱，舉個例子啊，琴日睇新聞啊，有人橫穿馬路，點知俾部車撞飛咗，佢條命仔呢真係凍過水啦。嗱，冷有一個俗語叫做冷手執個熱煎堆，即係表示執到意外嘅便宜。嗱，做個句子啊。張弛先生嘅粵語教學幾有意思啊，而且佢個樣仲要唔醜添。嗱，睇佢嘅視頻，學到粵語之餘，又可以愉悅身心，真係冷手執個熱煎堆咯。最後想問下，你係邊度人啊？喺你嘅家鄉，冷係唔係叫做凍㗎？定係有其他稱呼表達呢？評論區寫出嚟啦。